Hello，呢一條片同大家去做分享，關於運勢同埋健康。好多人都會認為好嘅運勢就一切皆順利，點解會有健康嘅問題呢？其實身體嘅健康同好嘅運勢，佢並唔一定係畫上等號㗎。好嘅運勢，佢唔代表你嘅身體一定係健健康康。身體出現毛病，一定會影響好嘅運勢，因為我哋嘅身體係執行行動能力嘅主要載體。當你嘅載體出現毛病，例如你有好嘅官運，但係你嘅身體狀況卻越嚟越差，連企都企唔穩，其實已經係身心狀態非常不佳。呢個時候又點會有能力去工作呢？承擔起工作嘅責任呢？所以當你嘅身體接連不斷地發生問題，有再好嘅運勢都係徒勞無功。我哋要謹記，你要有好嘅運勢，一定先要有健康嘅體魄。如果你嘅身體健康出現問題，出現一啲不良嘅信號，呢個就意味住你嘅運勢準備要走下坡啦。畢竟身體係行動嘅載體，負責去執行，無論係體力勞動，抑或係努力嘅思考。身體一旦唔舒服，必定會深受其影響。所以身體嘅健康非常重要，有健康先至會有希望，先至有未來。拜拜。